啊，你好，我聽到30萬，攞唔到喎，先生，5萬以上係需要預約㗎。我預約過你啊，我之前打過電話來講今日可以攞㗎，啊你哋經理今日叫我來嘅喎。咁你攞錢嘅用途係咩咯？呢個需要證明，而且要證明呢筆錢嘅來源係合法㗎，啱冇攞唔到？我存錢嘅時候你哋緊痛快，做咩對我攞錢嘅時候咁麻煩㗎？規定係咁㗎，先生。我個錢係合法嘅喎，我手機裏邊有驗稅證明嘅話，我可以證明俾你睇啊。咁你攞錢嘅用途係咩咯？我攞出來存對面銀行得嘛？做咩存到對面銀行啊？我哋嘅利息係一樣嘅喎。因為對面銀行嘅工作人員呢冇你咁多廢話，對面銀行4個窗口全部開放，而你嗰邊呢只開一個，叫我排隊排就成週啦。你講你一個窗口喺度辦業務其他3個窗口做乜嘢啊？彈指甲、扣腳趾麼？後邊更多人喺度排隊啊，係嘛？我就簡單攞隻錢啫，你耽誤我隻成週時間啦。後邊嗰啲人啱辦業務到噶嘛？先生，我哋有我哋嘅流程，你依家必須要證明攞錢嘅用途，好嘛？我已經同你講啦，我要存對面銀行，因為對面銀行有禮物送，送咩咯？送項目茶台，乜嘢項目茶台啊？黑衣項目茶台，好威嘅話，有咁嘅事？咁我問下我哋嘅行姐，呢個用途合理冇？如果係咁樣嘅話，都係攞唔到。我頂你個肺啊！開玩笑係嘛？我自己嘅錢我決定冇得從邊間銀行。你學冇學過商業銀行法㗎？你冇學過嘅話，今日呢我同你科普一下。根據第29條規定，取款自由係基本原則，你冇權限制取款。第73條規定，銀行拒絕取款呢，最高罰款50萬個。而家將你工號講俾我聽，我打1、2、3、7、8，我就問問呢個錢到底攞冇攞得出？你先冷靜一下。我冷靜個屁！即刻攞俾我，我一傳個中文俾你嘛。好啦，你稍等。你老母呢？一陣對面銀行下班禮物俾我請了啦。